大家好，我係 Terence。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運動酸痛嘅問題嘅。咁不過咧，未講呢個嘅題材之前咧，我想同大家講一講最近咧，其實我都真係幾忙下，所以咧都有一段嘅時間咧冇出到新嘅片啦。但係咧我又好想咧快啲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下我一啲嘅運動嘅經驗啊、心得啊咁樣。咁所以就諗咗個方法，我而家咧就拍個 podcast， 咁可以咧快啲咧有影片咧可以俾大家去到收睇啦。因為咧我自己過往嘅影片咧，由題材啦，跟住寫稿啦、錄製，跟住後期製作嘅影片、發布影片，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我自己一個人做晒嘅啫。咁而有陣時你都會見到我啲影片，我都會係好想可以有好多豐富嘅畫面啦。咁其實我自己一個人整嘅話咧，係真係非常之花時間。咁所以一條片咧都要用好多時間。咁所以我而家試一試用呢個嘅方式啊。淨係用聲音咁睇下，大家又覺得呢個嘅方式係覺得好唔好啦？嗱好啦，翻嚟今日嘅題材先啦。大家咧有冇試過喺做完運動之後出現咗肌肉酸痛嘅情況啊？嗱，咁我喺下邊咧會有少少即係嘅 case 咧，會想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就曾經有個學生有同我講，咁佢其實都已經練咗一段時間㗎啦。佢喺做完運動咁做咗成差唔多個幾兩個鐘啦。佢話翻到屋企瞓咗覺，第二日起身，跟住發覺咗啦，咦唔係喎，一啲酸痛都冇喎。咁佢問我係唔係咁樣就等於白練咗咧？係咪就已經係完全冇效果嘅咧？嗱，其實咧好多嘅學員咧練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都有同我講，佢話：喂教練啊，咁我哋做運動嗰陣時係咪一定要覺得有酸痛㗎？隔日咧已經完全起身嗰陣時咧覺得冇酸痛咧，其實係咪已經係完全冇效咧？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嚟㗎。嗱，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咧去到講解拆解呢一個嘅迷思啦。首先我哋要知道酸痛其實係分開有唔同嘅種類嘅。咁第一種咧就係運動之下咧就即刻出現一啲嘅酸痛。咁例如啦，你去到做一啲深蹲嘅動作啦，咁踎到最後嗰幾下，你會覺得咧你嘅腳啊、大腿啊好似火燒一樣咁酸㗎。咁呢啲咧其實就係乳酸喺度堆積緊嘅。呢啲感覺其實就好快會消失，休息一陣咧就冇事㗎啦。又或者咧，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跑步啦？跑咗好長時間嘅時候，你都會覺得自己隻腳咧係非常之酸軟啊，有啲酸嘅感覺嘅。呢個同樣都係因為乳酸堆積嘅情況嚟嘅。而另外一種酸痛咧，就會係我哋所謂叫做延遲性嘅肌肉酸痛啦。英文叫 DOMS（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佢通常都會係喺做完運動之後24到72小時咧就會出現㗎啦，即係差不多咧係隔日或者係隔日再長一啲嘅時間啦。呢個嘅酸痛咧係因為我哋喺做運動嘅時候，特別係喺離心收縮嘅狀態嘅運動咧，係做得越多嘅話咧，呢一種嘅酸痛會越容易出現嘅。因為喺離心收縮嘅時候，肌肉嘅纖維會喺訓練當中產生一啲好些微嘅撕裂。呢啲情況之下咧，你就會覺得酸痛㗎啦。亦都即係好似做完大量手臂嘅動作之後，翻到屋企可能沖涼嗰陣時，想遞高手洗頭咧，都會變得好辛苦啦。攞條毛巾去擦下背咧，可能遞高手都已經酸到不得了，唔係好想喐。又或者練完腳之後，去到行樓梯啦，好似企鵝咁樣啦，一步一步咁樣慢慢咁樣震下震下咁樣震落樓梯。又或者係根本上隻腳都唔係好屈曲得到。呢個咧亦都係即係DOMS 嘅一啲嘅經典嘅案例嚟嘅。不過喺呢度特別要注意，呢一啲嘅酸痛咧，同燃燒脂肪咧係一啲關係都冇㗎。所以唔係話要我覺得好酸啊，揦住啦，犀利啦，啲脂肪喺度消耗緊啦，其實就完全唔關事嘅。不過喺呢度咧，值得一提嘅就係酸痛同真係痛咧，其實係完全兩樣嘢嚟嘅。因為有陣時咧，我會驚一啲特別係運動初學者咧，會有機會會混淆咗啊。比較進取啲嘅人士啦，可能會覺得一路做運動，我要做得好激啦嚇，好高強度咁先至會有效果。有陣時咧係做到咧即時出現一啲嘅酸痛，但係咧有機會呢啲嘅酸痛咧，如果係即時出現嘅話咧，其實好有機會係根本上係已經受傷㗎啦。我哋點樣可以去到分別我哋即時嘅酸痛係受傷啊，定係乳酸堆積咧？如果係去到乳酸堆積嘅話咧，通常我哋嗰個嘅酸痛會係喺做完運動前嗰可能係一兩下，或者係你跑步嘅時候
去到你嘅可能你自己嘅目標嘅訓練嘅時間，可能係尾嗰一段㗎啦，已經嗰啲時候咧，先至會開始出現酸痛。咁呢啲咧就會係乳酸嘅堆積啦。但係如果係受傷嘅話，就會係喺你運動嘅期間，唔需要一定係去到可能係運動最尾嘅階段，可能會係運動嘅途中，其實你都仲係好有氣力嘅，但係突然間覺得可能拉一拉扯一扯，跟住開始繼續喐繼續做運動嗰陣時，你就已經覺得有一啲嘅酸痛感覺。呢啲咧有機會其實唔係真係酸嘅感覺嚟㗎，其實有可能根本上已經係受咗傷㗎啦。而你繼續喐落去嘅話咧，可能係隔翻一兩分鐘。再喐一喐嘅話咧，其實都仍然會有嗰個痛楚出現嘅。咁如果乳酸堆積咧，其實就唔會咁樣嘅。而有另外一個咧好常見嘅迷思啦，引申出嚟就係我哋做完運動之後，如果完全冇酸痛感覺嘅話，係唔係就已經係等於白練，係等於咧完全冇效果咧？嗱咁啊，先講個答案先啦。咁其實就當然唔係啦。嗱，因為咧我哋個身體其實係會有一個嘅適應性嘅。咁當喺啱啱開始做運動啊，接觸一啲例如新嘅動作、新嘅運動嘅時候，對於我哋身體嚟講係一個大嘅挑戰。你嘅肌肉會出現一啲嘅唔習慣啦，咁啊，所以就會有一啲酸痛嘅感覺。咁但係咧，當你訓練咗一段嘅時間，例如可能係3-5個月左右啦，咁你嘅身體咧會慢慢去到適應㗎啦。咁修復嘅速度咧，其實亦都會加快，酸痛嘅感覺亦都會變得冇咁明顯㗎啦。而有冇進步，其實我哋唔係真係會用酸痛嚟到做指標嘅。你會去到監測自己，例如如果你係舉一啲嘅重量嗰陣時，你會唔會能夠舉到嘅重量係比之前係重咗咧？你做嘅下數會唔會係比之前可以多咗咧？當你做動作嗰陣時，會唔會係自己感覺上已經係比之前輕鬆咗咧？或者係你做個動作嗰陣時，個準程度會唔會係比以前更加高？不停嘅晃動會係減少咗好多咧。嗱，呢啲咧其實都係進步嘅指標嚟嘅。我哋所以唔會係淨係睇究竟酸唔酸，而係會係從內在你嘅能力同外在睇你嘅動作嗰個嘅表現嚟到觀察你嘅進步成效嘅喎。我又攞翻我自己嚟到做例子啦。咁我自己喺啱啱開始學做健身運動嗰陣時咧，咁其實係啱啱開始只需要做少少運動嘅啫，我就已經會係覺得啲肌肉係非常非常之酸痛㗎啦。咁好可能會係酸得2-3日咧都有機會嘅。就算我係點樣去到伸展啦、按摩啦，都最多咧將我3日嘅時間咧，好可能會係減退到1日半或者係2日嘅酸痛。咁其實都叫幾好㗎啦，因為都起碼叫做係即係減輕咗啊嘛，唔會話酸咁耐。咁但係咧，如果你問我而家咧，我係真係想做到酸痛咧，都唔係話咁容易嘅。嗱咁當然啦，即係唔係話冇酸痛就唔會有進步。咁只不過係咧就要講翻，我哋嗰個嘅酸痛嘅感覺會係越嚟越少嘅。有另外一點，我哋其實都要好小心嘅。我哋一般會建議做可能係肌肉嘅訓練啦。咁一個星期最起碼啦都要有得2至3次嘅訓練啦。你有得3次或者係再多少少嘅話咧，咁就梗係更加好啲添啦。咁但係咧，我哋點樣可以去到分配到一個星期可以做到有隔日做運動咧？如果一個禮拜做得3次運動嘅話，即係差不多已經要係隔日做運動噶啦。咁但係如果酸痛，我哋都已經係酸成2-3日先可以再下一次嘅運動開始咧，其實根本上已經係做唔到噶啦。一般咧，我會建議最低限度要回復到有起碼90%或者90%啦，嗰個酸痛好可能係剩翻真係好少好少嘅啫，先至好去到繼續咧訓練翻相同嘅部位。否則咧，其實我覺得咧就最好都係再唞唞先，因為咧一路痛住酸住嘅時候，同樣嘅部位繼續訓練嘅話咧，一嚟會令到你嘅受傷機會會增加嘅。酸痛其實係會阻礙你嗰個嘅動作嘅完整性啦、穩定度同埋你所訓練嘅重量，其實都會係有影響㗎。而另外做運動唔係為咗令到我哋身體攰嘅，攰咧只不過係我哋做完運動之後一個嘅感覺、一個嘅反應嚟嘅啫。實際上我哋要係令到動作係做得準成咯。我哋每次做嗰陣時都要係盡咗我哋嘅全力。咁我哋訓練完之後先至會覺得攰，呢個先係我哋攰嘅出現嘅正常情況，而唔係總言之做一堆動作啊，無論酸都好啦，就算嗰個嘅運動能力會係降低咗，因為酸緊嘅話，運動能力梗係會降低咗㗎啦。但係唔理，照繼續做，總言之做到攰咧，就等於做咗運動啦。咁其實諗法咧就完全唔係咁嘅。最後喺呢度，我會同大家總結一下點樣判斷自己嘅訓練係有效果嘅。首先咧，我哋要做漸進式嘅超負荷。
例如啦，今日你做緊啞鈴嘅二頭肌彎舉，你用緊5公斤嘅，持續咗4至6個星期之後，下一次咧就可以試一試咧，可唔可以試下做6公斤，睇下可唔可以做到相同嘅下數。嗱，不過咧，我知道有某部分嘅健身室咧，未必會有每公斤遞增嘅啞鈴俾你去到選擇嘅，有可能5公斤嘅啞鈴咧一上咧就已經為跳到7.5公斤㗎啦。呢一個提升嘅百分比其實係非常之多㗎，咁啊有可能會令到你所做到嘅次數咧會係大幅下降啦。咁但係咧，我哋如果真係遇着咁嘅情況，咁點樣去到嘗試解決咧？咁喺呢度咧，我會有一個咧少少嘅建議嘅，攞7.5公斤去到做第一同埋第二組嘅訓練。我哋會期望係喺最好力嘅時候咧，去到做一個比較重嘅重量。咁去到彌補翻啦，嗰個嘅健身室咧係冇一啲咧好些微遞增嘅啞鈴嘅重量俾你去到選擇啦。咁好可能你所想做嘅下數，例如本身係想做12下嘅，但係由於增加到7.5公斤實在太多啦，你做嘅重量咧令到你只能夠做到5下。咁其實都冇所謂嘅，咁你咪就喺頭嗰1、2組正式訓練組裏邊就做5下就算咯。跟住就用翻之前所做嘅重量5公斤去到繼續你嘅訓練，而直至到完成晒你所有預設嘅組數。嗱，不過記住，如果嗰個嘅重量咧真係大幅提升咗嘅話，有機會咧你會係覺得非常之吃力嘅。但係咧，亦都千祈唔好因為重咗，亦都唔好出現身體嘅擺動借力去到完成嘅動作，因為咁樣咧只係呃自己嘅啫。第二點咧就係持續性。我哋咧唔好話一口氣咧將自己操到爆個體能咧去到盡，應該係每個星期固定日數，例如每個星期我哋會做3日嘅重量訓練，每次會係做1個半鐘，咁樣嘅訓練效果咧會係更加好嘅。最後嘅重點咧就係恢復同埋飲食啦。嗱，好多時候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做運動嘅時候，佢都會係好着重訓練嗰陣時嗰啲嘅動作啦，訓練嗰陣時嘅運動強度啊、重量啦、下數啦各方面，但係咧都往往係缺乏咗恢復啊。恢復咧即係話令到我哋咧係快啲可以喺好啲嘅狀態之下，去到進行下一次嘅訓練。其實呢個咧係直接影響緊你所訓練嘅質素㗎。呢個咧我哋係必須要注意㗎啦。咁一般我哋會係可以做一啲簡單嘅恢復方法，例如喺完成運動之後咧做伸展運動啦，做按摩一啲嘅手法按摩，或者係用按摩槍去到按摩你酸痛緊嘅肌肉，而同時咧浸下熱水咧其實都係有幫助嘅。另外咧營養吸收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咁啊，礙於篇幅關係啦，咁因為呢個都係幾長嘅題目嚟嘅。咁我喺另外一段影片咧都有講解過係營養嘅關係啦。咁我會將連結咧擺喺下邊影片說明欄，咁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去睇翻先嘅。而亦都要喺呢度提一提啦，我哋一定要係有充足嘅休息啊，要瞓好覺啊，千祈唔好太夜瞓。咁我哋咧先至會有良好嘅訓練效果嘅。好啦，我都係第一次用 podcast 呢一種嘅形式啦，咁去到同大家喺 YouTube 裏邊度見面，其實都見唔到個面啊，其實都係聲音同大家見到啫。咁啊，大家可以留言啦，咁睇下你自己覺得呢種方法係又好唔好咧？喺呢度咧，我亦都想留低一個咧小問題俾大家。你最近一次做運動而令到你酸痛嘅經驗係幾時咧？咁大家咧可以喺留言嗰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咁啊今日嘅影片到呢度先，咁我哋咧下次翻到嚟再見啦，拜拜。